这两天这地区冰心哦，先来关心的是这今仔日透早3:42分的时阵，伫个嘉义阿里山乡是来发生规模4.8的地震。过来呢，伫个5点半到8点10时的时阵，台南的南化会来发生规模4.6的地震。拄则8点41分的时阵，伫个南化呢又搁发生规模4.2的地震。提醒大家对这地震尾呢，要是袂当大意的。所以来，咱继续来关心天气，做伙来看温度。来看今仔日这台湾呢是吹偏东风，日时这普遍拢是舒适温暖的天气，各地高温是伫个21至24度之间，平湖、金门19度，这马祖是15度。也毋过呢，因为这华南云系来到台湾的顶头，所以各地云会愈来愈高。除了山区会落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以外，平地也有可能会落雨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，若要出门，一定要爱下起日早雨伞。